高雄市的前市长韩国瑜昨暝到云林县帮国民党的立委参选人徛台，佮创造话题咯。韩国瑜致辞的时阵，一直学到云林县的优点。伊讲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太伤车。韩国瑜讲，伊的太太李嘉芬要出门走行程进前，拢会先甲银一个。韩国瑜毋但讲家己的太太车，嘛讲县长张丽仙原来真车。太太伤车，这番的言论一讲出，云林在地有袂少的男性朋友拢认同哦。女性朋友是认为太太车是翁婿的问题。高雄市前市长韩国瑜来到云林县，替国民党籍立委参选人丁学中徛台，学到云林有够赞，不过就是有一个欠点的所在。人家说住云林这么好，我说都非常非常的好，30年都习惯。那到底有什么缺点？我想了很久，我终于想到了一点：老婆太凶了，这是唯一的缺点。韩国瑜若讲家己的太太李嘉芬恰白白，佮讲县长张丽仙嘛真歹。每天早上5点半起床，下了床之后，先瞪她老公一眼，开始刷牙、洗脸、吃早餐，开始出去跑，再回到家，永远是晚上10点以后。张丽仙就徛伫韩国瑜后壁，讲到走行程进前会甲翁婿见，会听甲是气爱笑。本人生大家嘛长嘛较健康，所以云林还比较漂亮一点，我觉得可以接受。这样子讲没有错，或者凶你干嘛？关心你、爱你嘛。云林男性朋友的答案听起来亲像是真感官，女性的观点是，袂讲干那云林尔啦。台湾整性差不多了，拢赶快的对啊。对，以偏概全，也不太有什么建设性，都是男生的问题。云林太太敢会车，这和选举政策有什么关系？韩国瑜讲演会嘛伫咧电视上引起话题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